運到港嘅智能眼鏡 Google Glass。Google Glass 主要係用語音同手勢操作，而家就等我幫你示範下啦。當你想影相嘅時候，只要講一句 Take a picture， 咁自然就會影到張相噶啦。操作咁方便，出街見到咩厚多士、薄多士都可以即刻拍低啦。除咗影相拍片，講句 Get Directions To， 仲有導航功能添。踩單車兩隻手唔得閒就最啱用啦。又或者你以為我壓緊塊厚多士，其實我係上緊高登追 news， 做咩都神不知鬼不覺，落去星星咖啡店走一轉，都冇人話我哋偷拍。Google Glass 目前已開放俾美國居民登記訂購，售價$1500，但就有報道話成本僅值$153，值唔值得買就見仁見智啦。